元贞元年，公元1295年春，海南崖州张家纺织作坊。娘子她临终一生情郎，是命牵一裳，心牵心成长。乡，我与他志同道合这方，我知他心于苦中难自长，我岂能从中做根来勉强，我理应人生姊妹来相帮，我且把这万千尽是心内藏，不儿，哎，师傅，你怎么快些回来啦？还不是怕你当真？到这哦，开个玩笑，何必当真？怎么，你在哭啦？谁哭啦？看你眼睛红的，是不是又在想念你丈夫了？想念他又怎么样？实际我是笼中之鸟，瓮中之鳖了。
把你切掉。反正道不成你的谁扎心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那我明天是要大把酒宴与你成婚。成婚？是你自己说的呀？我认识过嘞。那你一番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自己明白。我真不明白。那是师母临终之时，你叫我不管师母说些什么，都得答应。难道师母之言不是你的意愿吗？一番话不与神心得了，他无端在你情死了。王波儿，你呀，师母她孤见今生，临终一片苦心。她爱你，连你相信你，才来呈现我们。难道你真心上师母死不瞑目？难道30年相思你还不知我的心？难道师父是你不可相信的人吗？你说此话伤我，好伤心。你到我家30年上，我真失言，我真不当。既说你今日比我失了望。